来看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一段上新的画面，指控中国的战机伫南海空隙，甲美国的军机炸落来。代志发生的前一日，中国才打拒绝美国甲中国的国防部长伫新加坡对话。即马美国又搁甲影片公开嘛表示讲美中关系搁真紧张。画面内底一只中国歼-16战机，雄雄为正面切过来，飞过飞行机的头前。地处美军这只 RC-135侦察机飞过歼-16的喷射尾流，机身是海甲真大力。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这段影片，指出日美国军机伫南海空隙飞行的时阵，去互中国军机拦截，而且做出非必要起事的举动。双方离差不多121公尺尔，根本就无咧要意会安。美军强调讲，这是照国际法地形性通过。事实上，去年12月份，中国战机甲美军 RC-135才伫南海发生类似的事件。伊当阵美军无法度，就要赶紧闪开，才袂烧弄。学者分析，美中伫南海竞争已经真久，这个事件可能嘛甲拜6礼拜就要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有关系。国他会希望的就是塑造出中国，它是一个会去破坏当地秩序的一个角色。在这一个香格里拉会议之前，是让各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对中国有更多的一个你要说挞伐也可以。因为前一天中国才拒绝美国国防部长伫咧香格里拉期间进行双边的对话，外界分析可能是北京不满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去互美国制裁，嘛互美中的关系恢复受到阻挡。白宫表示，军事对话也是真重要。Military conversation is obviously critical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s or certainly avoid what we see as competition. 目前南海情势愈来愈紧张，菲律宾海防队29宣布，为6月初1至初7，会伫马尼拉湾出海口，甲美国海岸防卫队、甲日本海上保安厅头一届举办3国海防部队联合演习，希望强化警备能力，应对中国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伫顶